臨近9月尾，捉住夏天嘅尾巴，去咗石門3日2夜。出發前都仲擔心緊個颱風，好彩都順利出發。落咗機，第一時間梗係去攞車啦。你哋而家見到嘅畫面就係機場附近可以租車嘅公司，都唔算少選擇。由石門機場出發去市中心，大約需要25分鐘。如果唔係揸車嘅話，其實你搭巴士都可以㗎。午餐我哋去咗食炸豬扒飯。依間餐廳嘅 menu 淨係得4個餐揀嘅咋，主要係分份量或者唔同部位嘅餐嚟嘅。原先我哋就係想食依間米芝蓮嘅無愛山房甜品，不過原來佢執咗笠啦，佢就係變咗而家呢間炸豬扒飯啦，要留意下啦。餐廳隔籬就已經係商店街啦，條商店街呢就唔係太長，人流亦都唔算好多。賣嘅嘢大部分都係調味料或者係沖繩可以買得到嘅手信嚟㗎。講起日本，大家應該都會知道日本嘅奶製品味道係比較濃郁，而呢間鋪頭亦都唔例外，喺石門都好出名㗎。我哋就買咗奶茶、麵包、布甸同埋雪糕試下。布甸呢就可能會比較偏甜，但係雪糕值得一試喎。佢哋除咗賣嘢食之外，其實仲有一間鋪頭賣 souvenir 㗎，就喺隔2間鋪㗎咋。食飽咗就出發去揾啲景點行下啦。好多人嚟石門島，主要係以跳島嘅形式去玩外島，而留喺本島呢，其實就唔多景點。依個中御石洞喺石門已經算係最大㗎啦。細心欣賞，大約可以行30分鐘左右，或者如果嚟到石門落雨，呢個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喺中御石洞入邊，除咗睇中御石之外，都可以見到一啲貝殼嘅化石。如果有研究歷史又中意石頭嘅你，一定唔可以錯過。喺沖繩縣，我哋都去過幾個中御石洞，不過喺石門呢個中御石洞入邊就會比較多蝙蝠，係咁飛嚟飛去，大家都要小心啲啊！揀酒店嘅時候，發覺石門嘅酒店都唔算平。我哋呢間咁細間嘅都要500-600蚊一晚，而且停車位亦都好少，需要泊去第2度。當然，如果你想住大啲、靚啲嘅 resort，2-3千蚊一晚走唔甩㗎啦。另外一個喺石門市好出名嘅景點就係呢個 Husaki Beach 啦。相信好天嘅時候睇日落會好靚嘅啫。上嚟呢個景點一啲都唔難，因為佢正正就喺 Husaki Resort Villa 入邊。呢個沙灘係對外開放嘅，揸車嚟都好方便，因為對出會有個好大型嘅免費停車場俾你泊車㗎。又到咗食晚飯嘅時候啦，嚟得石門，梗係要試下呢度嘅石門牛啦。
皆さん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食完早餐，我哋今日出發去玩水啦。碼頭入邊可以買去外島嘅船飛同埋 one day tour， 想突然間去玩都冇問題啦。而家就出發去環之島，之後我哋就會去浮潛噶啦。超清啊！呢度今日超好天，藍天白雲，哇！人跌咗落水啦。環之島又叫做賓島，其實佢唔係真係一個島嚟噶，要喺潮退嘅時候佢先至會出現，所以真係好睇時間同天氣噶。當然藍天白雲再加上太陽先至照到個海咁清啦，真係非常之夢幻啊！喺環之島逗留咗半個鐘左右，我哋就去竹富島附近浮潛，俾大家睇下呢個海有幾清啦。玩咗成個上晝，消耗咗咁多體力，晏晝梗係要食返啲嘢，補充下體力，準備下半場啦。石垣嘅漢堡包聽聞都好似好出名，咁梗係要試下啦。下晝就 join 咗第二個 tour 去川平灣玩直立板。川平灣一直都係以碧綠色嘅海水同埋白色嘅沙灘而聞名，而呢個景點亦都係米芝蓮6星指南3星景點之一嚟嘅。玩直立板嘅時候，有部分時間係冇陽光照射落嚟㗎，所以一直都望唔清個海底。玩水上活動，天氣真係好緊要啊！另外，川平灣係禁止游水㗎。如果你唔想好似我哋咁樣消耗體力玩水睇海底，其實都仲有另外一個選擇，就係可以坐玻璃船啦。夜晚唔知食乜好，喺地圖篤下篤下就揀咗呢間賓宵嘅餐廳啦。燒下燒下，又同朋友咁樣過咗一晚啦。臨離開準備出發去機場之前，當然要食埋個早餐先啦。喺沖繩縣點會唔食埋呢個餐蛋飯團呢？味道同餐蛋飯當然係一樣啦，不過最緊要係熱辣辣啊嘛。總括嚟講，石垣其實都係以跳島嘅形式去玩，同埋一定要撞正好天氣啊。另外，亦都唔可以盡信網上嘅資料，因為我哋翻查記錄，1年前嘅資料已經好多都已經執晒笠噶啦。唔想中伏，記得黐實我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。